针对这场的大火，市长郭文铁向市议会国民党团做专案的报告。在议员强烈的要求下，市长总算是向民众来道歉。郭文铁讲，客债制度有缺失，未来会检讨反省。有影真正就要来检讨，因为议员阁来发现讲，市府4月2日去做联合客债时阵，5大消防设备竟然拢无检查。无怪这个10层楼的大楼客载落来，才用20分钟。议员痛骂可恶，讲这是假合格，骗民众唱歌，骗财阁骗命，这甲故意害人有啥物无共？能够3年的做得更好，我觉得我们愿意向所有的市民，我们会更加努力，也跟大家致歉。在市议员要求下，台北市长郭文铁带3位副市长为钱柜 KTV 林森店的大火甲市民会失礼。的确是我们在制度上面有漏失，你知道吗？让这个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市民的权益啊，这个是应该要道歉。郭文铁向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进行专案报告，一开始成为罹难者未解1分钟。那样议员是一人咩？不满5大消防设备，市政府伫3月30客载时拢正常，4月2日却是无检查设备到底有开也无开。因为4月22号他到现场去，只做6大项目检查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这是我们目前的缺点，我们都没有明定联合公安检查的项目，也没有 checklist。因为当时抽查，所以说没有抽查详细，只有20分钟。国民党议员嘛认为业者动态违规，消防设备平时拢关咧，一直到收到客闸通知才拍开。就是市府背书的这个伪合格啊，才会把民众骗进 KTV 去唱歌，骗财又骗命，跟蓄意杀人有什么差别？其实我们是觉得惭愧啊，目前的制度呢造成的这种漏洞哦，这个我们是要深刻反省去检讨的。台北市政府嘛讲，将会成立跨局处的关怀小组，一对一关怀受伤甲罹难者的家属，并且帮助民众求赔偿。处罚的名单就等到内部调查后，应该负责的就要负责。